电风上头，这几年咱台湾的天气是愈来愈热，奶鸡的产量嘛受到影响，造成价销无稳定。原地伫台中代理种奶鸡的农民转型改种药果，希望会当拼出一条新的出路。 树仔顶面黄色也是红色甘露型的果果，下较接连的腰子型榛果。农民表示，这就是大家平常时食的腰果，有真丰富的蛋白质甲维生素，对身体真好。以前大面积都是荔枝，可是荔枝啊它已经气候不太适宜了。气候不太适合的时候啊，我就想说去种其他的东西，所以要转行。 很辛苦啦，你这个啊就要种3年4年。农民讲，因为奶子供应这几年价销不稳定，台湾天气也变甲愈来愈热，想要种看卖伫东南亚店看到的腰果，腰果树较袂惊热，也介好种。不过平常时咧食腰果，其实爱先处理过，干那壳就要用专门的机师来剥，真搞工。它有一个皮，它就像落花生一样，它有一个外壳。 那这个外壳啊，你要去剥的时候，现在听说是有机器在剥了，要不然它这个果荚它是2个果荚包在一起，然后果荚的中间有一个那个强碱。 目前腰果也咧种，农民会大大扩大种的范围，希望会当为在地农业找一条新的出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